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大家有冇都同我一樣曾經諗過，如果俾我中咗6合彩，就會即刻辭工，環遊世界呢啲天馬行空嘅想法呢？今集導援唯美子女士就教你點樣唔使中6合彩一樣可以開心攞詞。開始前請送個 like 俾我哋先，多謝晒。非洲爆炸頭同人生轉折點嘅啟示。各位朋友，你或者會好奇，電個非洲爆炸頭同辭職有咩關係？呢本書嘅作者導援唯美子女士喺書入面用呢個睇落好荒謬嘅連結，同我哋揭開咗佢人生轉變嘅序幕。佢原本係朝日新聞做編輯委員，係日本知識界嘅女強人代表，過住人人羨慕嘅好生活。但有一次偶然戴咗個非洲爆炸頭假髮，發現自己戴咗之後好襯。呢個小小嘅發現就好似係內心種咗一粒種子。佢從小到大都係個優等生，順應時代潮流，讀好學校，入好公司，一切都好順利。但當佢意識到自己就快40歲，面對人生嘅轉折點時，一種前所未有嘅不安湧上心頭。過去嘅栽培同機會似乎都會完結，佢會被公司甄別為有用或者冇用嘅人。呢個唔單止係職場上嘅競爭，更加係一個對自我價值嘅拷問。而呢個爆炸頭就喺佢最迷惘嘅時刻，為佢帶嚟意想不到嘅轉機。自從換咗呢個髮型，佢嘅人生開始朝意想不到嘅方向發展。佢意外地紅咗，喺居酒屋會有陌生大叔請佢飲酒，又有人特登由高樓跑落嚟，就係為咗識佢，話因為喺樓上見到佢個頭好搶眼。就連外國人都走過嚟讚佢個髮型好有型，邀請佢一齊飲茶。佢傻笑話，可能好多人覺得留住一個咁傻又大又圓嘅爆炸頭嘅人，應該好有趣，好容易親近。呢啲奇妙嘅經歷令佢開始反思，人生係咪真係要咁嚴肅呢？我哋成日驚失敗，逼自己不斷努力，但努力完又未必有相應嘅回報，跟住就不斷自責，陷入焦慮。但幸福會唔會其實一直藏喺身邊一啲搞笑、開心嘅小事入面？電咗呢個頭就好似幫佢由一直緊握公司救命繩嘅雙手中輕鬆地鬆開咗一隻手，同時佢開始覺得辭職冇以前想象中咁可怕啦。告別好狀況，擁抱可能冇錢都可以快樂嘅時光。好好呢個狀況聽落係人人羨慕，但導援唯美子就話非常恐怖。佢以每日食壽司、牛扒、蛋糕為例，指出過度嘅幸福最終可能有害健康。同樣地，習慣咗高薪酬、好境遇，就會讓人難以脫離，甚至會對小小嘅不如意感到焦慮同憤怒。最終喪失自由精神，被恐懼同不安支配。呢個就好似我哋被困喺一架落唔到車嘅列車上，不斷追求更好嘅嘢，卻發現慾望係無止境。佢發現當買再多昂貴嘅衫，最終都只會堆滿衣櫃，甚至懶得從袋拎出嚟。當刻責備感即時湧上心頭，所以佢下定決心要啟動一個自我改造計劃。確立即使冇錢都要快樂嘅生活方式，呢個目標對單身而且冇子女嘅佢嚟講係一個非常嚴峻嘅課題。最初佢諗唔到好辦法，覺得只可以係純粹嘅忍耐同節約。但一次意外嘅流放將佢從大阪調到四國鄉村縣高松總局。佢坦言當時嘅心情好悲涼，就好似一個夢想破滅後返鄉下嘅後生仔。不過正係呢次流放為佢帶嚟咗意想不到嘅財富。由於工作繁忙，冇時間出街消費，就只能對花錢式生活死咗條心。呢種被動嘅唔使錢生活方式，最初談上開心，但出於一種唔認輸嘅心理，死唔信喺呢啲地方就冇嘢好玩。佢開始努力喺高松揾同大城市唔同嘅樂趣。佢迷上咗當地嘅農產品直銷點，發現嗰度隨意擺放嘅蔬菜抵買到難以想象。佢買到2隻手都拎唔晒，但都唔使1000日元。更重要嘅係，直銷點嘅魅力在於其冇嘅嘢，喺超市入面一年四季都可以買到所有蔬菜，但係直銷點你必須了解蔬菜嘅生長節奏。要等到蘿蔔、白菜上市先會有得買，呢種等待反而讓佢感受到好大嘅奢侈同歡呼雀躍。呢個讓佢明白，冇反而蘊含住無限嘅可能性，比起有更加豐富多彩。
呢個亦都讓佢對金錢同快樂嘅關係產生咗根本性嘅動搖。香川縣嘅烏冬文化亦深深影響咗佢。嗰度嘅烏冬真係好平，一碗淨烏冬只要100日元左右。呢個當地人將一碗烏冬作為衡量商品價值嘅計算標準。呢個獨特嘅烏冬哲學令香川縣成為咗每戶家庭平均儲蓄額日本最高嘅地方。佢哋唔係忍住唔去消費，而係自然咁唔想花啲自己唔認可嘅費用。呢個讓佢哋感到快樂之餘又儲到錢。呢種烏冬縣嘅生活方式令到媛女士徹底學識咗唔花錢都可以得到開心嘅新生活方式。其實我哋呢啲城市人消費十分之方便，唔需要出街，只要拎起個電話就可以買到任何嘅嘢。但其實又回想人生最開心嘅時間都唔係因為有錢買嘢，而係同啲朋友打一場波，又或者只係帶幾罐罐頭去沙灘玩，但回味感就真係滿滿，一世都忘不了。50歲嘅林妻琪同對公司嘅再定義。當人生嚟到轉折點，渡辺惠美子女士對未來充滿憂慮，思考點樣唔再依賴公司。呢個想法係1985年同朋友傾偈嘅時候，佢無意中講出50歲之前唔可以辭職，50歲後先再考慮。當佢講出呢句話嘅時候，所有嘢就頓時變得清晰晒。佢從宗教學者山寺哲雄嗰度了解到嘅古代印度人將人生分為4個階段嘅說法，俾佢留下深刻印象。呢4個階段分別係梵行期、家住期、臨棲期同遁世期。日本人通常理解嘅人生係梵行期進入社會前嘅準備，跟住係家住期係社會工作、結婚生仔，然後直接跳到退休後嘅第二人生。不過古代印度人多咗個臨棲期，隱居山林，棄家出走，遠離世俗，但唔係徹底離開。呢個係一個嘗試性宗教生活嘅探索期。渡辺女士認為喺長壽嘅現代社會，呢個臨棲期嘅思想或者可以俾日本人嘅人生觀帶嚟啟示，因為從一個公司職員到退休之後嘅劇烈改變，令好多人退休之後失去生活目標。佢思考，如果可以係退休前仲有體力嘅時候，就開始呢段探索期，為第二人生做好準備，咁將會係幾咁重要。50歲因此係佢心中唔再只係一個年齡數字，而係一個臨棲期嘅開始。呢個並非係對公司嘅怨恨，而係意識到自己同公司嘅關係已經從被培養轉變為以盡力回饋。佢學識咗係唔俾金錢同人事擺布嘅情況下，工作反而變得有趣而自由。佢甚至開始脫離公司方針，隨意創造一啲出格嘅工作。當佢唔再將公司嘅評價同金錢掛鈎時，反而更能專注於應該做同想做嘅嘢。佢話工作唔等於公司，公司都唔等於人生。日本嘅公司型社會同個人嘅自立之路，當渡辺惠美子女士真係辭職之後，先發現辭職呢種事比佢想象嘅要複雜百倍。佢好快意識到日本社會其實係一個公司型社會，一個唔係公司職員就唔係人嘅國家。佢嘅親身經歷好殘酷，做屋困難，冇工作證明嘅佢，俾地產中介當係可疑人員，連租啲平價屋都困難重重。仲要額外支付擔保公司嘅費用，銀行卡受限，連辦一張最普通嘅銀行卡都可能過唔到資格審查，因為信用卡同貸款係依據你有冇工作去批核。呢個更加證明咗公司係維持社會信用嘅核心。國家懲罰，國家層面嘅稅金、保險同退休金機制都明顯懲罰嗰啲脫離公司嘅人。辭職金會被扣除高額稅金，失業保險亦只有嗰啲為咗再就業揾工嘅人先可以領取到，而好似佢咁選擇唔再就業嘅人就冇領取資格啦。呢個令佢真正意識到日本呢個國家真係真真正正嘅公司型社會，國家都只係依賴公司嚟保障國民嘅健康同老年生活。佢觀察到而家日本嘅公司已變得越嚟越黑心。佢舉例自己買手機嘅經歷，
面對複雜嘅套餐同銷售陷阱，令佢呢個曾經係女強人嘅佢都聽到側晒頭。佢亦有反思自己過去喺公司叫人寫稿嘅時候，壓低稿費，將弱者當作食物。喺經濟停滯嘅時代，公司為咗生存，一係廉價用人，跟住好快將佢哋拋棄，一係就欺騙顧客。呢個令佢更加意識到日本社會本身已經越嚟越黑心化啦。面對咁樣嘅社會，佢呼籲大家降低自己對公司嘅依賴度。呢個唔係叫人去辭職，而係要重新審視咩係真正嘅必需品，要去嘗試唔使錢嘅快樂，同埋一定要揾公司以外嘅興趣嘅夥伴。50歲嘅我而家充滿希望。辭職1個月後，渡垣惠美子女士發現自己嘅生活環境發生咗巨大變化，冇咗公司嘅住宅，冇咗收入，冇咗同事，存款又亦越嚟越少。不過佢就話自己真係由心忍唔住笑，因為我真正自由啦。佢發現即使冇公司，佢都可以做到好多嘢。佢搬入細而舊嘅公寓，將大部分物品送晒俾人，體驗咗人生第一次嘅下降，而唔係上升。發現自己完全能夠適應，甚至感到平靜同清潔整齊嘅樂趣。佢重新計算支出，發現1日600日元都夠用啦。自己煮飯係最幸福㗎。而且可以享受無業人士嘅特權，喺餐廳啱啱晨早開門，即時霸到好位，只有我哋啲無業人士先做得到。佢發現自己能夠唔依賴電器，唔依賴他人，將生活安排得好好，呢個令佢感到好安心。佢發現即使內向怕醜，都可以通過主動打招呼，展現善意，一點點擴大人際關係。甚至同公共浴池嘅老阿姨們成為朋友。而家佢嘅稱號叫做小非洲爆炸頭。辭職後壓力指數為0，唔再俾討厭嘅人同小心眼嘅上司困擾，可以自行緩解壓力，更注重日常嘅身體保養，甚至思考點樣迎接死亡。佢曾經係一個新聞記者，稿費低到令人難以置信，但佢就話係又點呢？佢認為自己之前已經賺得足夠啦。而家要做嘅係將呢份幸運回饋社會。佢重新定義工作嘅意義，工作既唔係進入公司，都唔係賺錢，而係帶俾人喜悅同幫助。即使喺印度療養度假，佢都廢寢忘餐咁寫旅遊日記，因為可以同人分享樂趣，得到反饋，呢個比賺錢更有趣。佢想嘗試做煮飯阿姨，為酒窖工人煮飯，想做木匠改造空屋，甚至想嘗試護理工作。佢認為如果唔執念於金錢同工作種類之類嘅嘢，咁死亡之前嘅呢段時間就一定會快樂啦。佢最後感嘆，公司對佢嚟講係最好嘅人生學校，教識佢點樣工作，點樣面對唔合理，點樣喺困境中成長。公司就好似一場嚴酷嘅旅途，重要嘅係行完旅途，並且認識到公司係修行嘅場所，而唔係可以依賴之處。當一個人修煉到總有一日可以從公司畢業嘅境界，咁離唔離開公司都已經唔重要啦。渡垣惠美子女士嘅故事提醒我哋，即使人生到咗50歲，都絕非終點。呢個可能係另一個充滿希望嘅起點，一個重新定義自我、擺脫束縛、擁抱真正自由嘅林棲琪。今集講咗咁多，唔知大家聽完50歲我辭職了呢本書有咩感受呢？我個人就覺得人生真係好得意，有時你越係想捉實一樣嘢，佢就越係走得快。但當你放鬆落嚟，反而會有意想不到嘅收穫。好似我以前為咗做一個設計，可以改到凌晨3、4點，覺得一定要改到最完美先得。但而家會諗，有時太執着個好，反而會錯過咗好多更好嘅事。有時足夠好就可以啦，花咗好多時間，但其實客人最鍾意可能係第一個設計，又何苦呢？作者就係咁，佢放開咗對公司、對物質嘅執着，反而揾到更多真實嘅快樂。仲因為個爆炸頭意外爆紅。大家對今日嘅內容有咩睇法呢？可以留言，大家分享下。今集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聽正解閱讀，我哋下集見，拜拜。